Keep 會員今日介紹呢套正南朝向超大陽台，接近20平方嘅超大陽台。正南朝向，今日蔡小姐帶嚟呢套118平方嘅3房2廳2衛，仲要係2梯2戶嘅。差下睇一睇，做咗開放式嘅廚房，私密性非常高，2梯2戶。面前呢個位都係你可以使用嘅。第二個靚點喺呢度，呢度咧就多咗一個露台喎。我成日中意種花花草草，朋友過嚟聚餐 BBQ 都冇任何問題。呢間屋咧從頭到尾全新裝修過嘅，所有嘅牆壁、地面，包括我哋嘅地板磚門口重新換過啦。先嚟睇第一個房，紗窗紗門裝齊晒。呢個主人房入嚟咧係單獨嘅套間，呢度咧留咗一個衣帽間嘅位俾你嘅。廚房浴霸乜都裝齊晒啦。呢間屋售價56萬就可以全款帶走啦。講價空間非常細客，呢個第二個位空位嚟嘅。我哋嘅客房再過嚟呢邊亦都係客房，118平方做咗3房2廳2衛。佢個生活配套亦都好方便，旁邊有銀庫市場、海鮮市場。左手邊行出去1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哋嘅商業街、遊艇碼頭、體育館、各種飯館、燒烤檔，而且冇任何欠款，隨時都可以過戶嘅。有中意後台私信睇樓下超大陽台，拜拜。